Hi，我係 Alex。之後 Time 係一個賣手錶同手錶故仔嘅 channel。買手錶當然係要俾錢啦，但係聽故仔係無價嘅。你仲唔快啲 subscribe 同加入我哋嘅 Watch Club？今集嘅節目要開始啦！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嚟傾一個哲學問題，就係究竟係人玩錶定係錶玩人呢？今條片你唔可以聽啲唔聽啲，你要知道成個推論就要由頭睇到尾，去到結論嘅部分你就會揾到一個終極答案。推論而家開始。嗱，諗下一個畫面，你已經有幾隻錶，日常都戴唔晒，但係有一日你個 friend send 咗張相俾你，又或者你碌 IG 見到有人話隻錶好抵，又或者之後一定會升。你心喐喐，上網睇多幾篇文，再同自己解釋多幾句，手指喐一喐，轉數就完成咗。隻錶你戴咗上手，發咗個 story， 嗰刻真係好爽。過咗幾日之後，熱度退減，新錶貨發入盒，變成咗眾多兄弟其中一個。呢個時候你可能會問，究竟係我揀隻錶啊，定係隻錶揀緊我呢？呢度牽涉嘅第一個情況就係你揀緊隻錶，你都好清楚你係人，隻錶只係工具，你可能有唔同嘅目的去買呢隻錶，譬如話佢嘅工具性或者佢嘅功能性。有啲人因為工作興趣要計時要防水要 GMT， 用途嘅出發去揀，又或者有啲人咧會留意錶盤設計、錶殼比例等等，覺得咧錶係一件可以帶出街嘅機械藝術品，又或者可能同你嘅記憶故事有關，你人生嘅某一啲關口，譬如第一份工結婚小朋友出世你都會買一隻錶去記錄。好明顯喺呢啲情況之下，隻錶係為你服務，幫你記時間、表達品味、承載故事，而唔係指揮緊你點樣去生活。相反，有啲情況係隻錶玩緊你，隻錶本身就變成你老細。譬如話俾市場嘅情緒牽住走，呢排炒邊隻你就想買邊隻。有啲人話 out 冇得升，你就嫌棄就唔想買啦。明明自己心底裏中意細錶、冷門牌子，但係最後都係揀認得出 logo 夠大、出街容易俾人留意嗰啲錶。甚至乎有啲人買咗隻錶翻嚟根本就唔戴，放喺個保險箱入邊，又或者買翻嚟之後就做貼膜，根本就好似玩唔起隻錶咁樣。嗱，表面睇的確咁樣嘅情況，隻錶係玩緊你，但係其實背後玩你嘅係比較深。你以為自己揀緊錶，但係其實實際上好多時候係人哋點樣睇你，呢一個心態幫你揀緊錶。呢兩種心態好多時候我哋認為梗係人玩錶好過錶玩人啦。甚至乎我哋已經認定咗人玩錶先係正確。但係我又諗到一個新啲有趣啲嘅角度。如果錶玩人本身都唔係一件壞事呢？如果我好清楚呢個世界就係咁現實，人哋見到你隻錶就一定有既定印象、既定反應，咁我好有意識咁樣用呢套遊戲規則去幫自己生存、幫自己做生意、幫自己建立信心，咁算唔算係另外一種人玩錶呢？就好似着西裝咁，你可以話我唔想俾西裝玩，人係應該有內涵噶啦。但係個問題係呢個世界又真係有 dress code 嘅。你去某啲場合，你又真係要着西裝，你係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咁我咪善用佢咯。咁其實戴錶係咪都一樣呢？如果你知道某一隻錶喺某啲場合會更加令對方相信你嘅專業、你嘅穩陣、你嘅品味，咁你喺好清晰嘅情況底下選擇佢做一個工具，咁表面睇落去好似係錶玩人，但係其實你玩緊嘅係錶玩人呢一套規則。亦即係人玩錶玩人，去到呢個位就好難分辨咩叫做錶玩人同埋人玩錶玩人。我諗呢度係涉及一個哲學概念就係主體性嘅自知之明。第一種情況就係冇自知，以為自己好自由，只不過係啱啱中意，啱啱隻錶抵買，但係其實呢個選擇
全部都係由廣告或者同朋友比較，由市場情緒寫好嘅劇本。佢只係入場演戲，仲以為自己係導演。唔好意思，而家加插一個極速嘅廣告。Take Your Time同埋時光里程合作推出 4% 特低手續費手錶寄賣服務，有興趣快啲聯絡我哋啦。第二種情況呢，就唔同啦，就係有自知之明，佢知道自己內心都有慾望，想俾人認同，想方便啲做生意等等。佢唔否認呢啲現實，亦都唔神化自己，完全唔在乎。呢種手錶玩家似啲咩呢？就好似有個打機好勁嘅玩家，佢入到 game 入邊咧好認真，想贏，用盡晒啲裝備同組合，但係永遠都知道啊，呢一隻只不過係一個 game，佢隨時可以除低耳機，走翻出嚟飲杯水，望下個真實世界。因為喺呢個現代社會入邊，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一定程度上俾啲符號玩，唔單止係錶啦，仲有車、電話、屋企地段、讀過邊間學校、去邊旅行。問題唔係啊，可唔可以跳出呢個系統啊？而係你入邊點樣玩？有啲人呢，就想用呢套系統去證明自己，一味追趕比較，永遠都驚輸。有啲人呢，會企高半級，承認係啊，呢個世界就係用呢種符號去溝通噶啦。既然係咁啊，不如有策略咁運用，同時保留一塊地方係完全唔需要向任何人交代，就係你真正中意啲咩？你覺得乜嘢先叫做好嘅生活？你擁有絕對嘅自由去揀人玩錶定係錶玩人，所有嘅情況你都係非常之清醒。真正嘅清醒會令你有時選擇買，有時選擇唔買。你幾乎係可以撇清所有嘅衝動，內心游刃有餘。喺重要嘅場合，你識得帶最貴嗰隻出席。有時又可以帶一啲完全冇人識，但係你自己好中意嘅冷門錶。呢個時候，你嘅內心就會有一種近乎直覺、近乎純粹、接近自然，世界又與我何干，企得好穩嘅感覺。所以講到最後，可能個問題要調一調。其實我哋玩緊嘅唔單止係錶。我哋玩緊嘅係自己嘅慾望、自己嘅身份認同同埋價值嘅想像。如果有一日你望住你嘅錶盒，你會發現有啲係為咗俾人睇而存在，有啲係為咗同自己對話而存在。前者可以幫你喺世界行走，後者會陪你記得自己係邊個。當你越清楚自己幾時玩邊樣，越清楚咩時候你係被玩，咩時候你係玩緊個遊戲，你越有能力喺人玩錶同埋錶玩人之間自如行走。我哋唔一定要扮晒超脫，亦都唔需要自我鄙視。有時我哋承認自己會俾符號影響，同時又保持一個可以抽身、可以自嘲、可以反思嘅距離。喺嗰一刻，無論你戴咩錶，玩嘅其實都唔係錶啦，而係你對人生嘅掌握啊嘛。呢個時候不禁諗起以前中學讀嘅一篇文，就係《岳陽樓記》啊。范仲淹話：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我諗玩錶玩到呢一個嘅境界，就應該唔錯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今集就嚟到呢度啦。唔知大家有啲咩睇法呢？不妨喺留言區討論。呢度 HK Take Your Time，我係 Alex。如果大家咧想買錶揾錶，記得揾我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講，拜拜。